早起新闻，我是戴真。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行政院长新春团拜。这几年进前台糖3肉粽的事件引起社会关心。陈建仁表示，应该是单一检体问题，不是系统性的事件。国内猪肉无污染风险，未来这抽验量卖家庭杯。那国民党团是主张17要加开临时会，邀请陈建仁专案报告。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今仔日会召开调解协商。恭喜恭喜，开春大吉！行政院新春团拜，院长陈建仁、副院长陈文灿和各部委首长互相祝福新年快乐。陈建仁致辞除了感谢行政团队协助，嘛期待调解团结国家稳定向前。针对日前台糖3肉粽风波，陈建仁今仔早起在议会中表示讲，国内猪肉供应链并无污染的风险。706件扩大检验的样本当中，多未检出有乙型受体素，确认国内猪肉供应链没有受到污染的风险。本案研判属于单一检体问题，而非系统性的事件。陈建仁强调，政府会持续强化猪肉产品上市进程的管理，针对上市后已经受体素的抽验，按每年2000件增加到4000件，为民众顾健康。年到了后，立法院第11届第1会期要伫20开始。国民党立院党团发起联署，主张17开临时会，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来立法院专案报告。外界嘛关心新会期头一件3肉粽，哪边敢会真正来合作？我们今天会把党团所有成员的联署送到院会。17号，我们希望能够开临时会，但是我们也尊重韩院长明天所召开的朝野协商。台湾民众党党团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主张，希望2月16号的时候就开议，我们就一切按照程序来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本党团都还没有收到任何党团协商的通知。是不是要开临时会？立法院院长韩国瑜16要召开调解协商。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书颖嘛表示讲，若是临时会无法度开，无排除陪到陈建仁伫开议了的施政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